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再次给我们的主日学的学生，给他们一个鼓励。好，我们也再次拍掌，我们也鼓励这些每一个礼拜辛苦的主日学老师。好，我们再一个掌声归给我们的上帝，因为他让我们有教会有这么多很棒儿童的产业在我们教会，我们归荣耀给我们的神。感谢神，今天早上让我们一起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通常我们在第二堂主日的礼拜当中，我们不会有像第一堂，我们还有起印，然后还有一个祷告的部分。但这些孩子们他们在预备的时候，因为第一堂有祷告有起印的程序，所以第二堂的孩子们就想说，那也把这个程序加进去。那我们也看到他们用他们的创意，用他们的活力，然后用他们属于孩子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他们对于上帝的认识，以及他们在主日学当中的学习。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的起印之前，他们演了一段戏，他们演了一个在家庭当中可能会出现的状况。就是那个孩子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啊，叫他不要失子，孩子失子哈，再失就不给你饭吃。但最后小天使飞出来说什么？要听智慧的话啊！所以每一次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也教导这些孩子，如何在他们的家庭当中，如何在他们与人相处的过程，如何学习有智慧，上帝的智慧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可以去回应当下正确的一个回应。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在祷告前，他们演了一出戏，要考数学了，对不对？不知道该怎么办，要看别人的吗？还是要拿出橡皮擦写 ABCD， 然后丢在桌上，是 A 就是 A，B 就是 B 啊？不是，他们想到可以祷告，可以祷告。所以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我们看到，当我们教导他，虽然他们还年幼，但是他们也在学习。他们在学习怎么样把这个信仰很真实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展现出来。他们在学习如何在他们还年幼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去认识这个信仰，以至于成为他生命当中一生的帮助。所以在第一堂的时候，有第一堂主日学的孩子，我们看到刚刚上台这边一起唱歌是第二堂主日学的孩子。所以不论是第一堂的孩子或第二堂的孩子，刚刚所说都是我们教会非常珍贵、非常宝贝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愿我们继续为这群孩子，也为这群老师祷告，让他们在学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蛮有上帝的恩典，蛮有上帝的同在，使他们在成长的过程找到一条人生正确的道路。在我们开始分享今天的话语，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再次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今早再一次引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我们更感到欢喜快乐的是，有一群孩子来到当中，主日学的孩子与我们一起敬拜，用他们的生命来回应你的恩典，用他们特有的呈现，让我们看到原来在这个信仰当中有不一样多面貌的展现，也看到你真是何等奇妙伟大的一位神。主啊，像为了这些孩子献上感谢，也再次为了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感谢。因着主你的同在，因着主你的保护，让我们经历了这个礼拜，让我们平安的再次回到你的面前，来从你支取恩典，支取力量。求主你在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话语当中的亮光。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当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不断的长大，当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不断的长大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哇，时间时间在过，真的是非常的快。当我们看到这些主日学的孩子，基本上他们都是这个国中以下，就是幼稚园，一直到国小1到6年级啊，我就是国小跟幼稚园的这个阶段。那在往上就到青少年，然后之后就出社会开始工作，成家立业，然后迈入中年，迈入老年，时间一代一代在过，非常的快速。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是属于哪一代的，牧师是 Y 世代的，牧师 Y 世代哈，好，range很大，算不出来牧师几岁啊，但牧师是 Y 世代的哈 ，OK， 牧师 Y 世代的，那现在这群孩子他们是阿法世代了，哇，阿法世代。国小出生的阿法世代，你会想每一代都有不同的代表，每一代都有不同的特性，每一代都有不同展现出来的面貌。但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群孩子，他们是活在被界定叫阿法世代人，2010年之后出生的这群人。
这群人呢是现在在世界上最年轻的一代。OK， 他们在世界上最年轻的一代，他们是数位的原住民，一出生就有手机，一出生就有平板，平均最快1到3岁就开始在使用手机，开始使用平板，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习以为常。但是相对这一代，他们资源非常的丰沛，他们有非常多的科技，有非常多的技术可以运用，可以使用。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子，选择太多，喜好的东西也很多变，喜欢快速，反而是一个很难以捉摸的时代。所以不论我们是哪一代，不论我们是活在哪一个时代，或我们可能被界定在什么样的生活形态当中，其实都让我们思考，在不断变动的环境当中，在不断变动的时代当中，有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事情？传道书的1章4节，这个作者虽然传道书一开始说虚空的虚空，好像在人的一生当中好像都是虚空，但他说了一个非常这个不变的一件事情。他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但是地却永远长存。”我想，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永远长存的不只是地而已，永远长存的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的恩典，以及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拯救。所以，我想，在不管时代如何变动，不论这个叫阿尔法世代，或者是接下来有贝塔世代，不知道接下来又有什么世代出现。这是永远不变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分享的，我们可以继续让它被传讲下去的是上帝的话语跟上帝的信实。所以无论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不要忘记这位神是永远不变的神，不仅是我们所领受，也是现在这些孩子不断要领受的事情。所以在提摩太后书1章4节，保罗这样对提摩太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从阿嬷那一代到妈妈那一代，一直到提摩太那一代，每一代唯一不变。想法可能会改变，观念会改变，所处的环境会改变，但是永远不变的是这个信仰，这个非常重要的所认识的这位神是永远不变的。所以透过今天儿童主日，透过这些孩子们，我们也一起来思考，我们可以帮助这些孩子，我们可以给予他们什么？我们可以如何教导他们，在这个很快速变动的环境当中，什么是唯一不变的？什么是我们可以给予他们的？当然，在开始要讲我们可以给他们之前，我们也一起来学习这些孩子们可以教导我们什么事情。你会想，我们是大人了，我们是成人了啊，应该是我们教孩子啊，哪有孩子教我们的啊？应该是我们要教孩子嘛。怎么会有孩子要教导我们的事情？但是我们从耶稣今天给我们的非常重要宝贵的圣经的话语，让我们有一些新的学习跟提醒。第一个就是我们也在这些孩子身上学习榜样。我们也在这些孩子的身上学习榜样。孩子看我们，我们成为他的榜样，但是有时候孩子也成为我们的老师，也成为我们的榜样。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除非你们回转变成像小孩子，你们绝不能成为天国的子民。像这个小孩子那样谦卑的，在天国里就是最伟大的。”耶稣说：“若没有回转像小孩子一样，就没有办法进天国。如果谦卑像孩子，在天国反而是最大的。”那个回转指的是想法的改变，指的是行为的改变，并不是走回头路。不是走回头路。我们知道人生是一直往前走的嘛，人生一直往前走，你不可能你的年纪岁数是往后退的，不大可能。我们是往前走的。所以意思不是走回头路，说你要变成像小孩子的年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像孩子一样？耶稣说，像孩子一样谦卑。谦卑包含了2个非常重要的意思，包含了字面上看到谦卑，还有一个指的是他们非常的纯真。孩子知道自己不足，孩子知道自己还软弱，自己还小，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自己处理，所以他们知道有软弱不足的地方，也因此他们展现出他们的纯真。为什么？他们内心必须要去信靠某些人，他们内心必须去相信某些人可以帮助他们。耶稣说，这些孩子们的身上，让我们看见这2个非常美好的特质。第一个是他们非常的谦卑，因为知道自己是不足的，知道自己是需要别人帮助的。而第二件事情，耶稣让我们看见这些孩子他们的内心是非常单纯、相信的。当我们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学习很多新的事物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这个我已经了解了，这个我已经懂了。但耶稣说，有时候我们要像孩子一样，放下一点自己，放下一点自己，学习可以去求问，学习可以去寻找答案，学习像孩子一样，也发觉自己其实不是那么的足够，自己事实上还有很多需要被调整、被更新的，自己是需要找到一个依靠，找到一个信任的对象。
所以耶稣也说，天国的子民都是像孩子一般，所以代表天国的子民是充满了像孩子这样子单纯、纯真、谦卑的本性，就是以上帝的旨意为中心的一群人。当这些耶稣像孩子一样单纯的信靠，只能只能信靠一个人、依靠一个人的时候，耶稣说，就像这样。单纯的相信上帝的旨意，把上帝的旨意放在你的内心当中第一位的，耶稣说这样的人，上帝国里面是这样的人。所以耶稣说，上帝国里面像孩子一样，不是只说里面人都很幼稚，而是每个人非常的单纯，非常的谦卑，把上帝放在他生命当中的第一位。这是这些孩子们让我们可以看到，让我们可以学习的事情。第二件事情，这些孩子可以教导我们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些孩子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就是在这些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到我们的责任。耶稣说，无论为了我的名而接待这样一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耶稣最后在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18章5节，他最后说，为了我去接待任何一个这样的孩子，就是接待我。耶稣如此说。接待呢，包含了2个意思，不是字面看到的接待，也包含了接受跟接纳。也包含了接受跟接纳。我们知道每一个孩子不一样，上帝把每一个孩子放在我们的家庭，放在我们的四周围。我们看到每一个孩子，他有不同的个性，他有不同的恩赐啊，他有不同的能力在。但上帝把这些孩子放在我们的四周围，是让我们可以去引导他们，让我们可以去照顾他们，让我们可以去保护他们。但既然如此，很重要的是，不仅是接待，我们有没有接纳这些孩子？我们有没有接受这些孩子？我们也可以问自己：我们有没有接纳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有没有接受我们自己的孩子？还是觉得，我的孩子好像没有符合这个某些社会价值的期待，没有符合我的期待，所以我好像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这孩子的想法怎么跟我不太一样？这孩子的观念跟我不大一样。耶稣说，接待这些孩子，包括也接纳他们，接受他们的样子。当然不是放纵，不是溺爱，但是耶稣让我们看，在这些孩子看到我们的责任，他如同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产业。既然是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有没有好好的保护？有没有好好的照顾？有没有好好接受你拥有的那一份？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在这些孩子的身上看到我们的责任。所以，同样。我们每一个人被创造的时候，都有上帝美好的形象。这些孩子也是，他们也有上帝美好的形象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孩子，我们有没有看到上帝在当中？有没有看到上帝的美好在其中？而当我们在服侍这些孩子、接待这些孩子的时候，或是照顾这些孩子的时候，也如同在服侍神，也如同在接待神，也如同我们把神就好像就放在我们的身旁一样，然后接待他、款待他，用我们的尽心尽力去照顾他。所以在这些孩子的身上，让我们学习这2件事情。他可以教导我们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学习他们这样天真、纯真、谦卑的样式。第2件事情，也在这些孩子的身上看见我们可以负的责任，接纳这些孩子，接待这些孩子，也接受这些孩子不一样的样貌。所以再来。我们就来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教导这些孩子？这些孩子给我们一些榜样，让我们可以看见。但更重要的，我想我们是大人，我们比孩子的相对懂得更多一些，我们比他经历了更多一些。但经历更多的我们如何可以分享，如何引导这些孩子呢？箴言刚刚一起读到的经文22章第6节，他说：“教导儿童走正路，他自幼到老，终身不忘。”台语的圣经，伊是讲，伊到老拢袂歪错，走路都不会歪歪的，不会歪歪斜斜的，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当中。箴言的作者这样告诉我们，教导这些孩子走在正确的道路。但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价值？前阵子我看到一个问卷哈，那个问卷是那个国语日报的问卷啊。你知道国语日报它的受众比较多，还是小学生啊？现在可能比较少看国语日报了。这个国语日报的受众比较多是这些学生们。于是他做了一个统计，统计这些国小的小朋友，他们未来长大之后前10名梦幻的职业。
那也相对也统计了前10名，他们觉得最不想要做的工作职业。OK， 好，大家猜猜看，第1名你们觉得会是什么？就这些国小生，这些阿法世代的，他们以后第1名长大想要做的工作是什么？电竞选手。好，还有吗？还有什么？我刚刚听到什么？律师、网红。OK， 好，还有吗？在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哦，像牧师在读书的时候，我们都要写我的志愿，对不对？通常我的志愿都写我要当总统 ，OK， 或我要当律师，我要当老师，好，然后当不是法师，法官，没有法师 ，OK， 好，然后就这一类都师字辈了哈，以前是这样 ，OK。那你知道统计出来哈，那这些小学生，第1名是什么？职业选手，运动的职业选手。如果你要看棒球，今年最红的职业选手就是大谷翔平 ，OK， 大谷翔平。那你看第2名是什么？这些小朋友第2名想要当的是电竞选手。第3名是什么？直播主啊，网红啊，然后 YouTuber。然后第4名才是我们以前所想象的要当医师 ，OK。然后你看后面有程式设计师啊，面包师傅，画家、漫画家、插画家，然后后面才是歌手、乐手，体育教练跟老师。好。那你看那个不喜欢的哈，你看不喜欢的有什么？渔夫、农夫啊，巡山员啊，建筑业。第10名叫做牧师。小朋友当牧师不错啊，好吧 ？OK， 好。好，所以你看到这样这个国小生他们的这个统计哈，或者是他们的一个想象啊，你们就发觉一件事情，你从前几名他们想做，你看他们看重的是什么？他们看重自己有没有影响力。以后在这个世界有没有影响力？在这个世界，我们一个专业，然后呢，我们有一个高度的自由，好，然后也看重我有没有可以可以冒险，然后可以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好，你看，比如说刚刚说，当电竞选手，当 YouTuber， 当直播主，对不对？有影响力啊，社群有没有影响力啊？有话语权啊？当一个棒球选手有影响力啊，打得好，全世界都会看到啊，有专业啊，但是。这个统计后面他又说一件事情，虽然很多孩子或者是很多这些学生，他们想说以后要当职棒选手，或者是想要做一些比较专业的事情，但是现在的孩子的耐性又不是很长，很长半途而废。好，但是是另外一件事情，这另外一个话题。但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他们在追求什么？他们在这个社会的价值或者是给予的他们的观念当中，他们觉得我要找到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工作，我要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我要成为一个很专业的人，我要成为一个很自由，我想要做什么就可以的，我也想要成为一个可以四处冒险的。但是我们思考一件事情是，我们是否也可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给予这些孩子这些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的信仰的角度当中，也提供这些给我们的孩子们？我们可不可以给他们有影响力？我们可不可以给他们有冒险、尝试的机会？我们可不可以让他非常的自由？生命是非常自由的。我们可不可以让他也是有专业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给孩子什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先带领孩子来认识独一的上帝。这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我们要带领孩子来认识独一的上帝。大卫对所罗门这么说，他说：“我儿，你要认识你父亲的上帝，一心一意侍奉他。他知道我们一切的心思和愿望，你寻求他，他就接纳你；你远离他，他就永远遗弃你。”大卫是一个国王，他有很多的财产，他有很棒的民生地位，但是他没有跟所罗门说什么。所罗门，我有很棒的地位，我有很棒的财产，我全部都给你了。没有，大卫只跟他讲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你要认识你父亲的上帝。大卫只把这个交给所罗门，他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不是那些名声，不是那些地位，而是最重要的是认识独一的上帝。当耶稣在不断长大，耶稣不断从他婴孩，然后到一直长大成为青少年的时候，最后圣经给耶稣一个注解，他说：耶稣的身体和智慧一起增长，深得上帝和人的喜爱。他说耶稣长大的时候，身体跟智慧是一起增长的，深得上帝跟人的喜爱。我想让孩子们认识神，是我们可以给予他们一生当中最大的祝福。我们可以帮助孩子认识神，是他们可以最大的祝福。我记得在我还小的时候，我爸就一直跟我说，他说以后我也没什么可以给你，我也可以给你就是信仰。
我以前小时候想，信仰可以干嘛？不能当饭吃。我现在真的是当饭吃。好，但我后来长大了才发觉，我后来长大了才发觉，哇，这个过程当中帮助我非常多，在孩童的时候，在青少年时，一直到现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想，当我们孩子还年幼的时候，就让他来到教会，浸泡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让他有机会认识神。我想，我们可以给予的是这个。我们不知道孩子出去之后、长大之后，他会接触到什么，会经历到什么。但是唯有可以给他的，就是帮助他们去认识独一的上帝。第二件事情，我们也帮助这些孩子什么？带领他们去认识自我的价值，帮助这些孩子认识自我的价值。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他们认为有影响力的，认为看为好的职业，当然很棒。但是他们认为看为那些不好、不想做的职业，就没有影响力吗？如果没有人去捕鱼，没有人当农夫，没有人盖房子，那这个世界没有办法运转啊。所以重要的不是做什么工作，或者是自己这个社会教育给予什么，而是帮助这个孩子找到他想上帝给他特别的恩赐。所以你看这个诗篇的经文这么说：儿女是上帝所赏赐，子孙是他赐给我们的福分。人在年轻所生的儿子，就像战士手中的剑。上帝给我们产业，但是他说这个儿女就像手中的剑。那一个人要射箭，那个箭头要磨砺吧，箭头要磨砺。那你箭射出去，如果箭头不利，没有办法插进去那个目标啊。所以我们帮助这些孩子，让他们真实的认识自己，把那个箭头磨砺，让他们找到他们生命该发挥出来的价值。每一个人都不同，每一个人的家庭的环境不同，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同，那个聪明才智也不同。但是我们帮助他们，透过上帝的话语，透过引导他们，让他们去磨砺他们自己的生命。所以在这个过程，也让我们看到上帝特别的旨意跟计划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来成就。所以牧师有时候常来想象，这些孩子10年后、20年后，他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是大家有没有期待，你家中的孩子10年后、20年后，你希望他活出一个什么样生命的样式？我想我们在这个过程，我们帮助他磨砺那个剑，上帝把那个剑交在我们的手中。但我们要做的工作是磨砺，让他有一天被射出去的时候射得准，而且是射得稳固，发挥他的价值。最后，我们也帮助这些孩子引导这些孩子找到一个委身的祭坛。刚我们所看的这些工作也好，或者是这些孩子们未来，不论他们要做什么，不论他们要往哪里去，有一天他们会长大，有一天会离开我们。但是我们帮助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找到一个他们可以得以委身的地方。约书亚，当他在年老准备要离开他的亲族，离开他的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这样告诉以色列人，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要侍奉上主。”约书亚最后交代了一句话，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侍奉上主。”我想一生当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不断的去追寻上帝的旨意，找到全然委身的地方。当然，不仅是这些孩子，包括在座每一个弟兄，不论你现在几岁，我们也都在找到一个委身的祭坛。但是更重要，如果我们帮助这些孩子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就真的认识神，他们就发觉，哇，这是人生一生最重要的道路。那我想，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可以找到一个委身，发挥他们的才能，发挥他们恩赐的地方。而最后，牧师要分享更重要的，这些孩子们，他们1个礼拜来教会，顶多2个小时，顶多3个小时。但我们知道，1个礼拜有168个小时，他们在教会的时间最多，可能就占了168小时，可能2%到3%，剩下90%的时间，他不是在教会的。剩下97%、98%，他没有在教会，所以更重要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有孩子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何回应？我们如何帮助？我们如何引导这些孩子？当我们发现这些孩子有那么多的时间都在我们身旁的时候，不论是你自己的孩子，或是你的家族当中你可以接触到的孩子，他们有那么多的时候是在我们旁边的。但我们有没有可以教导这些孩子，帮助他们认识上帝，带领他们来到上帝面前，帮助他们去发掘上帝给他们的恩赐，发掘上帝要给他们委身的地方？
我想教会一定也可以提供，让他们可以发挥影响力，帮助他们可以发挥他们的专业，发挥他们的自由，也让他们可以在这边找到冒险尝试的机会。我想不是在外面的社会才可以提供，我想在教会、在信仰当中，我们也仍然可以提供。但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一起来做，但关键在我们愿不愿意一起来付上我们的时间，付上一些代价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所以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看重这些孩子，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我们学习不同的样式，但是也看重我们独特的身份，就是我们也是这些孩子们的榜样。我们引导他们，带领他们，保护他们，带他们走到人生的正路当中，走在上帝所喜悦的道路当中。因为上帝赐福我们，也赐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一起学习这项重要的功课。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之后，我们来为了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唱。